现在是美国当地时间11点51分，我后面就是洛杉矶的政府联邦大楼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排的美国大兵，这后面就是防暴卡车，这天空中直升机一直盘旋，一排的外国记者全部都已经蹲守到位，墙壁上面写的是“滚蛋吧 ICE”， 这就是传说中戴着头套的人。我勒个豆，这记者是真敬业啊！ No way. 如果一个老头给我 No ICE， 市民集体鸣笛表示抗议。这还有直接举牌子在美国大兵前示威游行的，这女的是真刚啊 Fuck Trump. 不知道啥时候起，这大兵手上一人一支棍棒，来张合影。妈呀，这情况有些不妙啊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